講啊，公司啊有個獨家盤喎。今日我哋嚟到太子站，同你睇下到底有咩咁犀利。聽講呢，有買家投資者已經圈咗幾層啦。不過唔緊要，而家同你現場實地考察。哇！嗱，呢個呢，記住啊，福良街呢度成條街呢，係香港最集中嘅地點。九龍核心地段呢度出名咩啊？多嘢食，多嘢玩，配套成熟。最近呢幾年呢，仲多咗唔少嘅小店啊！嗱，呢個呢就係我哋即將會開賣嘅地方啦，而家已經係2樓嚟㗎啦。哇！我哋頭先啊喺地鐵站行過嚟，都係講緊幾十秒嘅時間，你話幾咁方便啊？呢度望過去就係朗豪坊，向右走就係深水埗，向左走就係太子站嘅方向啦。生活配套非常齊備啊！最緊要係咩啊？聽講呢度呢係有一個1房嘅神蹟，仲要係緊隨設計喎，嚇唔嚇親你？跟住，然後最特別係咩啊？超級神蹟，超級神蹟中嘅神蹟，487尺做到3房1套嘅戶型啊，犀唔犀利？如果你都揾緊投資嘅話，一定要過嚟睇下。樓高26層，3.15米去到3.5米高。由開放式去到3房嘅戶型都全部涵蓋晒。如果真係要投資收租嘅話，呢度好啱你啊！想知道更多，留言。